伫10月底时，有几多间大学拢有发生免信用卡就通分期的诈骗案件，有100外个学生囡仔受害，诈骗的金额超过1000万。台中的检方昨昏甲3个被告提起公诉，请法院就要判重刑。那学生团体即马嘛呼吁教育部和学校要出面协助学生。检警甲早起的主嫌甲下骹的人抓到，10月底逼出的上百名大学生防无卡分期诈骗案件，总计有16间大学113人受害，诈骗金额超过1000万块。台中地检署13宣布侦结，甲4名的被告这3人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加重早起这罪嫌来提起公诉。请法院从重量刑，申请宣告没收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共计新台币974万余元，及林姓被告之单独犯罪所得273万余元。看榜写免卡分期，点头讲申办无卡分期买手机这显示的产品，用现赚5000，也使卖这产品分红，用鸟鼠会模式介绍人入来，互卖少学生签下5万到10万块的分期契约。结果商品无摕到，也互营资公司讨债，就嫌犯方抓起来做到起诉。校联会呼吁教育部甲各校继续协助学生赔偿的代志。比较大的团体的官司啦，希望说教育部或学校这边有一个跨校的平台去统整各间学校出现的状况，协助大家去整理这些案情，然后再去统一的去做相关的官司的过程。检察官已经扣得被告的财产约有1200多万，被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请法院依照所扣得的财产来赔偿这些被害人的损失。律师分析，由检方已经把被告财产扣起来，学生家钱讨回的机会较悬。教育部也讲，已经请各大专校院对个案追踪协助，并且加强反诈骗的教育宣导。记者综合报道。